火影動畫已經完美咁完結咗，身邊好多人由靈體變到一口氣追晒，亦有朋友由5條悟嘅老婆變成爆豪嘅老婆啊！亦都有好多師兄睇完話哭成狗啊！歸為2025年全球最受歡迎嘅動畫 ，IMDB 集集都超過9分啊，接近滿分嘅級別啊係。當中有冇邊幕大家係最深刻，或者係邊個角色大家最鍾意呢？今日嘅任務係想同大家開箱兩隻我鷹嘅一番賞，因為捕捉市場價位都花咗少少時間啊，所以一件比較新，一件比較舊。首先同大家介紹嘅係2025年12月先至出，更向前邁進啊！呢隻衣裳還原咗第8季175集啊，綠谷同埋爆豪細個嘅時候。另一隻係2024年3月出嘅兩人的嚮往，手上有嘅係思想綠谷童年啊，所以第一個任務係一齊開箱玩呢兩隻一番賞。下半會比較一下 Master Rise 同普通系列，影片到最後都會一如既往市場分析一波啊！所以如果大家想入手嘅，記住睇到最後啦。開箱玩之前，先簡單介紹下咩係 Master Rise。根據 Bandai 官方定義，屬於高品質嘅子系列啊。英文 Masterpiece 同埋 Realize 啊，代表咗大師級嘅呈現，通常喺上位賞或者尾賞會出現啦。相比較之下，普通標準系列多數都係大量生產嘅景品啊。近年都好多動漫嘅一番賞都有 Master Rise 出現啦，例如 One Piece 啊、火影啊、死神等等。咁事不宜遲啦，即刻開呢兩隻一番賞嚟玩玩先。好，咁啱啱就同大家開完箱啦，咁而家就上手同大家玩下。咁呢隻咧爆豪咧，咁重量都非常之重嘅。咁我哋由個頭開始睇啦。咁髮質咧一樣啦，都係非常之做到爆豪嗰種爆炸感啊！係佢啲頭髮都係非常之硬啦。再睇埋個樣啊，係見到佢兩隻眼睛啊，都係有紅筋喺度啊，顯示到佢非常之暴躁唔耐煩啊。嘴角啦，亦都向右手邊瞄咗上去，見到有啲牙齒嘅痕喺度啊，做得非常之仔細啊。好啦，接住落嚟到上身嘅部分啦。見到啦，先講佢個外套啦。件衫就都有好多摺痕喺度啊。咁顏色都非常之分明啊。咁有淺色啦，下邊都有陰影嘅部分。佢中間紐扣位都做得非常之仔細。去到袖嘅部分係其實都做得好好啦。見到佢入邊其實係仲有一件米黃色嘅長袖衫喺度嘅，之後先至到出邊件深啡色嘅褸啦。形態上邊都做得非常之好啊！兩隻手拱起咗揸實嘅拳頭啊，係。好啦，到下身啦，係。見到有條深藍色嘅長褲仔啦。都見到佢陰影嘅部分都做得非常之好啊，係。衣服啦一樣有好自然嘅摺痕啊。到最後啦，去埋隻腳嗰度啦，係睇埋對鞋先。鞋一樣啦，都係非常之好啦。有一隻腳係會尖起咗嘅話咧，佢個鞋嗰度都會前腳掌度曲起咗嘅。好，咁第二隻同大家睇嘅就係綠谷啊。先睇個頭啦。見到佢嘅頭髮一樣都係有凌亂咁做到出嚟嘅，亦都有唔同嘅陰影部分啦，唔同嘅綠色啊。
咁啊後邊都係做得非常之好嘅。跟住就同大家睇埋個樣啦，係咁啊呢一隻其實就係綠谷喺後邊追住爆豪啦，係咁就見到綠谷啊眼下邊都有少少嘅眼淚仔喺度啊，咁亦都有個嘴仔擘大咗，面上邊亦都有綠谷少少嘅嗰幾點嘅雀斑仔啦，咁所以都做得非常之接近到原作啊。好啦，咁接住落嚟就到上身啦，係上身綠谷就着住件綠色嘅類似羽絨仔嘅物體啦。咁因為係件羽絨啊，所以都有唔同嘅摺痕，而中間紐扣方面都用咗唔同嘅顏色去配搭，非常之好啊，係。去到內衣嘅部分啦，綠谷就着住咗一件類似淺藍白色嘅長袖衫啦，咁一樣啦，摺痕都有嘅，係。再望埋隻手啦，咁啊綠谷兩隻手攤開咗，然後啲手指就攤晒出嚟嘅，咁啊顯得出綠谷嘅性格，同埋喺後邊啊都係追住爆豪啊，係做得到非常之神似啊！去到最後再睇埋綠谷嘅下身啦，條褲咧一樣啦，都係做到有摺痕同埋有唔同嘅陰影部分啦，係有一 part 咧就少少嘅菠蘿蓋嗰度啊，有個類似有個藍白色嘅圓波點啦。不過呢度就有少少扣咗分啊，因為個圓波點就黐得唔係好正，咁不過遠睇其實都唔係好覺嘅，係。咁啊，亦都見到綠谷條褲係束腳嘅。咁我哋去到最下面睇埋綠谷對鞋啦。咁就一如既往啦，綠谷多數都係着住對紅色嘅鞋㗎啦，係大家有睇動畫都好清楚。咁啊，亦都做得非常之仔細啦，鞋底亦都有埋坑紋喺度嘅。好啦，咁啊，再同大家上手玩埋另一隻綠谷童年時期嘅，咁不過呢隻就唔係 Master Rise 系列啦，咁可以望一望個髮型先啦。咁啊，其實都一樣做得非常之仔細嘅，有綠谷綠色嘅頭髮啦，有唔同嘅深淺，亦都有陰影啊，係，亦都可以做到綠谷頭髮上邊有少少亂嘅塑形出嚟啊。好啦，去到表情上面啊，係咁啊，動作上面就係綠谷揸住隻All Might佢兒時最中意嘅公仔啦。睇個表情啊，都見到綠谷係非常之開心嘅，係咁啊，兩隻眼睜大咗啦，面上邊一如既往啊，都係有佢個幾點嘅雀斑啦，而口上邊都係啊，見到佢嘅牙仔啦，脷仔擘大咗個口，都非常之開心啊，笑得。好，接住落嚟睇埋上身嘅部分，先講件衫啦。咁啊，綠谷有件黃色嘅衫喺度啊，上邊有個 M 字。咁啊，見到其實都係有摺痕同埋陰影位置嘅。咁啊，再講埋隻手啦，係雙手就握住個拳頭啊，而佢另外一隻手咧就揸住 All Might 呢個公仔啊。好，最後睇埋下身嘅部分啦，係咁啊，綠谷着住條藍色嘅短褲仔啦，咁啊短褲仔都有摺痕喺度，同埋咧有兩個袋仔喺側邊嘅，係咁望埋下面啦，綠谷一樣有對紅色嘅鞋，咁唯獨是有少少覺得可能比例上邊啊，覺得對鞋好似大對咗少少啊。同頭先 Master Rise 嚟比較嘅話咧，好似個比例有少少唔同啊，係咁啊，鞋底就都冇啲坑紋喺度嘅。咁呢隻都係綠谷嘅兒時，但就唔係 Master Rise 系列。好，咁喺度一口氣就同大家開咗兩 set 嘅一番賞啦，係包括係呢兩隻啦，爆豪同埋綠谷係 Master Rise 系列嘅。
而另外呢一隻呢，就係普通一番賞系列。好，咁究竟 Master Rise 系列究竟同普通嘅一番賞有啲咩唔同呢？咁作為我英嘅 fans 啦，之前都玩過幾 set 我英嘅一番賞啦，咁都攞埋另一隻 Master Rise 系列嘅童年時期拎出嚟一齊去比較下。簡單啲嚟講啊 ，Master Rise 第一點啦，就係選題嘅構思啊。咁佢係好主打去還原翻原作啦，例如係動畫或者漫畫入邊一啲比較經典嘅角色啊，好似例如呢個係喺綠谷喺後邊追住爆豪啦，亦都有另一個大家都非常之記得嘅畫面啊，就係爆豪同埋綠谷喺呢個抽卡嘅時候啊，抽中咗佢哋好想要、好崇拜嘅 hero All Might 嗰張卡嘅時候，開心嘅表情啊！咁我相信呢個畫面大家都非常之記得啊。第二點啊，就係關於硬件方面嘅設計。咁比起標準系列啦，Master Rise 系列就會多咗一啲場景感啊。例如係好似呢隻 figure 咁樣啦，佢下邊有個馬路嘅底座啦。同一時間啊，爆豪同埋綠谷啊手上邊都揸住張 All Might 嘅閃卡啊，多咗一啲場景嘅小配件啊。同一時間啊 ，Master Rise 系列亦都可能會有一啲複數嘅角色啦，例如同一隻入邊、同一個相入邊啊，都會有爆豪同埋綠谷。而最後一點啊，就係主要角色方面啊。個人覺得啦，喺 Master Rise 系列咧嘅主角啦，就多咗一啲情緒嘅表達啊，係例如佢哋會有笑容啦、兇神惡煞嘅表情啦，咁有眼淚啦，而且你見到佢哋係會有動作啦，例如係向兩隻手叉起咗啦，向前去追啦，亦都有見到爆豪跳起啦，係更加多一個情感嘅流露嘅表達啊。咁同一時間你會見到佢哋咧有肌肉嘅線條啊，衣服嘅皺褶啊，咁所以喺個表情嘅刻畫動作啊都係更加咁自然嘅。好，咁總結而言啊， Master Rise 系列就係非常值得支持嘅。咁啊，靜態嘅景品會有豐富嘅表情啦，咁同埋可能會有一啲動態嘅表達啊。咁個人建議大家如果抽開一番賞，行過路過都可以留意下啦，佢啲 figure 係咪會寫住 Master Rise。今次嘅任務就完成啦。如果你哋都係我英嘅 fans 啊，或者都有玩開景品，歡迎留言同我哋分享討論下，一齊分享玩玩具嘅樂趣啊！俾個任務大家，你哋可以 review 下自己嘅 figure 櫃啊，話唔定當中已經有 Master Rise 嘅系列啦。影片去到最後，一如既往市場分析一波啦。先講隻最新衣上 Master Rise 童年時期綠谷追住爆豪嗰隻啊，市場價位300美至400蚊左右啦，市場上都多人放嘅。而思想綠谷童年啊，可能係比較舊啊難揾嘅關係，市場價位都要500蚊左右。同 set 一番賞衣上爆豪童年啊，價位比綠谷仲要高多少少，係有啲難入手嘅。中意我英或者玩玩具嘅你哋，希望可以訂閱我哋，因為年尾都買咗好多玩具，想同你哋一齊玩啊！馬年快樂，身體健康，長玩長有，下次見，再講。